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最近嘅旗杆新城拍咗唔少嘅世代住宅地，睇真啲，幾乎全部咧喺晒石岐總部區嗰套嘅。而東區總部咧喺富源108後邊，前排都拍咗一塊世代住宅地。不過地塊嘅報件條件就好得意啦，要幫富源嘅業主喺翻300幾個車位，連個地下室都仲要打通埋。呢度咧就有啲古仔響入邊啦。咁蕭生今日就同大家傾下旗杆新城拍地嘅事，仲有富源108嘅大瓜。首先塊地大家知唔知點嚟嘅？富源原本咧規劃係有3塊商業用地，點知上年嘅年中上邊直接出公告改規劃，將2塊商業用地改成咗住宅同文化用地。即係話當初吹到天花龍鳳嘅商業配套，好宏大嘅商業規劃，依家縮淨得翻9000幾方。網上有啲博主話今次富源嘅業主發達啦，話附近已經有寶龍城嘅商業商場多咗咧，反而做唔起身。咁塊地咧喺翻公園同住宅，反而仲實際。老友咁講好似又有啲道理喎，但係如果你買件貨收到手，發現同當初睇嘅講嘅差天共地，你個心會唔會涼一涼？當初話要將呢度打造成中山嘅 CBD 做旗杆新城地標，依家咧地標高度矮咗半截，話明係國家限高，呢個可以理解。但係最關鍵嘅係依家連個影都冇未來起唔起到起身，仲要打個問號。再講翻富源嘅交樓情況，真係一把火。第一遲交，第二個交付標準簡直就係災難現場。你哋得閒上小紅書、上抖音睇下，真係慘不忍睹。奇就奇在 YouTube 同視頻號呢，幾乎冇咩人講，唔係話佢冇跟足張清單，表面睇落交付標準比好多小區仲要多，比如背景牆、護牆板之類，但係個手工同質素真係唔敢恭維大佬。最離譜係個園林，呢個盤最高賣到27000，我自己朋友買個2樓都去咗18000蚊，但係交樓時個園林我入去睇咗下，真係連700-8千蚊嘅小區都不如。啲樹生到矮過張凳，大門口咧未整好就急住交貨。你哋話發展商冇錢咧，又唔係噶，層樓早就賣晒，而且全部高價出貨嘅。咁點解仲要交啲咁嘅垃圾俾業主呢？好多人話寶龍城質量差，我話富源108可能連寶龍城都不如。後邊個園林話升級改造過，但係睇落都仲係麻麻地。當初呢個盤主要都係賣翻俾啲香港客，估計有個半業主係香港人，點知唔少本地客又跟隊衝埋去，今次真係中伏依家真係喊都冇眼淚。我仲記得當時有個客原本睇中華發個盤，我叫佢等多陣嘅，點知佢自己轉頭就去買咗108。依家諗起我都戥佢肉赤。仲有一個物業問題更加離譜啦，之前發生過一件事嘅，你哋知唔知？物業保安飲醉酒去騷擾啲女業主，依家好多業主想換物業都冇辦法，因為小區入邊太多都係香港業主，一年先返嚟幾次，邊有時間同你去組織開會，去成立業主委員會想湊夠人數都難過登天啦。OK，翻正題，將商業改成公園同住宅，你哋覺得賺咗定蝕咗？蕭生個人睇法絕對係蝕咗嘅。有人話賺咗，覺得多咗個公園好但係兄弟喺個公園使得幾多成本？鋪啲草皮就叫公園最關鍵係隔籬已經有人才公園，石岐總部又話整多個公園，根本就唔缺公園。你哋真係爭在嗰一分咩？富源本身規劃入邊已經有公園啦，依家只係加大少少。我自己覺得呢個改動對業主嚟講係明賺暗蝕嘅。最後東區總部呢塊世代住宅地，其實背後有啲嘢好值得深思，唔知你哋 get 唔 get 到？順便做個小調查，你哋覺得富源108今次改規劃，業主到底係賺咗定係蝕咗？評論區等你哋高見。